次啟航系列嘅實習計劃啦，喺我哋民青局嘅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裏邊咧，係為咗新動力同埋大灣區青年新動力舉辦嘅，希望幫助到大家咧係發展你哋嘅夢想同埋追求你哋嘅夢想嘅。青年興則國家興，青年強則國家強。中央同埋特區政府非常重視青年朋友嘅發展。過程裏邊，我哋甄選咗大概300多名嘅學員，去認識國家、了解國家、到愛上國家，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奠定一個更加好嘅良好基礎。香港嘅青年人日後嘅事業發展同內地機遇係密不可分。我深信由大灣區青年新動力同埋惠州新動力組織嘅實習計劃，可以同你哋提供難得嘅實習機會。惠州，我嚟啦！